丹姐，你看看你可不可以看得到网络？现在网络有了吗？的确也没唱歌，所以不知道有没有声音。我现在怕的是声音不好。声音不好。詹姐，詹姐。
请按紧，让心来定伴手的造感。
24年较好，我的喙唇要学倒你，我要活的时要安尼学倒你，我要用你的面来起我的手，我的心事要把着，亲像一骨切飞去，我也要用欢喜的喙唇学倒你。三角来彼此学倒上帝，信息300碰到手，信息300碰到手。
你对象中我，就你他最专业的上帝话语，愿你他我心话话我心啊，我信信息，我信息，我们教会信徒生活，最下面有配合我，另外的我们，阿门。大家用配音文57来印证上帝的话，配音文57字。我是真的葡萄树，我是真的葡萄树。你是我，搁无结果子的枝，伊就把伊修正了；有结果子的枝，伊就家己修正。伊会较侪果子。我对恁讲的话已经互恁清气啦。你甲我结的。枝无能是葡萄树家己会结果子。你若无甲我结的嘛是安尼。我是葡萄树，你是枝。甲我结的，我嘛甲伊结的会结真侪果子。我你袂当做啥物？人若无甲我结的，会亲像打去的枝，互人摕出去外面。恁若甲我结的，我的话伫恁内面。恁若结真侪果子，真正做我的门徒。同心来祈祷，创造甲救赎的主，我满心感谢你们，伫你丰盛的手术里面，我的福杯满满，拢无欠缺。回想以往的日子，算为了日底，主啊，我的心无定的感恩，无定的快乐。伫个疫情爆发的今仔日，若毋是你的看顾甲保护，哪有阮现在的平安甲喜乐？恳求主时常照顾，守住信息三方，一心得到主的保护。主啊，阮愿意将咱献上，求你感谢，也求你祝福囝儿，互阮常常有一颗感恩的心，对你所欢喜的事，为阮祈祷。主啊，我若是袂记你学到你，你写令阮。我若是骄傲自夸，无勇无看你，你写令阮。你的话语是光，是指人将照阮的道路。我要求主住伫阮内面，你带阮行头前的路，你伫阮受伤的心灵，来令阮原来的性命，今仔日的服侍，互你同在。原在若毋是出于疼，阮对遵守你的话，就会感到有愧来甲软弱，甚至阮用圣经来回劝别人，也无一定有效果。但是若有疼，我知伊所带出来的效果是全然无共款的。你互阮万事拢对疼出发，疼是你互阮的使命，有你当咱阮伫教会生活中，确实行出疼来帮助别人。让阮领受你满满的疼，阮知你也希望阮用即款的疼去疼别人，但是阮时常软弱，有你帮助阮坚强，当帮助甲接纳别人的软弱。原在教会是建立伫个基督的顶面，无论对倒一个教会，阮拢是你的囝儿，是互相成做一体的肢体。愿上主守住教会下一个心，互兄弟姊妹拢会当彼此分享。愿主你的怜悯临到阮的生命中，让阮伫个生活、家庭、工作，或者是教会服侍中间遇到困难的事，你引带阮。第一时间就来到你的面前祈祷，有使阮教会的内心喜喜乐，听候你的旨意去行。阮献上以上的祈祷，愿主祝福。阮即时来照主所教示阮的祈祷话，同声祈祷讲：阮伫你的杯，阮你的名是，你的天父教，你的旨意去行，你的亲像你的，阮的心来互阮，消灭阮的无。就阮少年互阮的行，无你所爱的事，就令阮看你的爱，因为国、权力、荣耀、丰盛的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在这，请会众微笑。
请做伙来中谈上帝的话，记载伫新约罗马书第10章第9节到17节。新约罗马书第10章第9节到17节，就是你若用喙字耶稣做主，深信上帝，互伊对世人中起来，就会得着伊。因为人用信心直到得着伊，用喙字直到得着伊。圣经讲，伊若信靠伊的人，不必变小，因为犹太、以利拢无分别，上一个主是众人的主，反大拢讲求伊的人是富因为既然是叫主的名的人，要得着伊，都是因所要的信的，太可会得着伊；所谓听伊的，太可会信伊。若无人传，太可会听伊；若毋是互车，太可会传。照所记载讲，传这个好事的福音的，因的脚步水到怎样，都是因毋是拢顺坦福音。因为以赛亚讲，主啊，我所传的是一堆神啊，安尼信是出伫听，听是对伊做的礼物，请无主讲过，你捌信，对伊听到到传播。兄弟姊妹，大家平安。细汉的时，我会当讲是主日学的模范生，因为阮兜住伫教会差不多5分钟的距离，所以每一个礼拜日我一定是上早到。我嘛非常爱去主日学，连通台天的时，我嘛会趁风雨较细时去看教会敢有开。为什么我会遐尔爱？有一个原因，就是我非常看重出席，我非常爱背金句。因为若准时，若背金句，老师就互我一张贴纸。然后背起来，每回互老师颁发第1名时，我就感觉非常的得意甲严格。所以自细汉的时就看出我有一个小小法利赛人的因素。嘛因为安尼真侪金句不时会走出来，伫我脑海中出现，甚至我嘛会出口成章，写批也是甲人讲话时，嘛会当绕几句的金句，互人感觉讲真受着勉励。但是倒来咱入捌圣经。就知影讲话金句根本就是无用，亲像伫《使徒行传》第10章31节，伊遐讲着信主耶稣，你就得救，以及你的家。有的人看见即句就非常欢喜，想讲哦，我一个人若信耶稣就好啊，安尼我全家拢会当得救，真会好呢。但是这敢毋是安尼用？即段经文是保罗互管家的时所讲的。当保罗互管家半暝啊，讲到门户拍开。各家的人想讲保罗因应该是逃走啊，无想到保罗因无，所以各家大受感动。因知影讲，毋是啥物人来拍开即个监狱的门，是保罗因所敬拜上帝替因拍开监狱的门。所以就因为安尼，即个各家的愿意来认捌耶稣，所以保罗就带伊甲伊的全家来甲因传福音，然后甲因全家洗礼，归伫耶稣的名。这毋是一个连带法，讲哦，你一个人信，恁规家就挂保证拢会得救。这个因句的应用是透过这个国家伊的信心，伊带伊的规家来信耶稣。另外，咱伫讲罗马书第8章的时嘛有讲过28节，当咱知万行书三角来，互听上帝人得到利益，就是照伊定着的旨意来受调的。而且万行书。毋是讲所有的事，甚至毋是指好事，是特别在讲苦难。所以即句话会当用伫即个时刻，伫武汉肺炎即个歹事发生的时刻，嘛可能是互咱遮互上帝呼召的人得到利益的时刻。你想讲，哪有得到啥物利益咧？我有可能得到啥物利益吗？即个利益有可能毋是经济上的利益，毋是物质上的利益。但是有可能是互咱的家庭生活、互咱的信用生活、互咱的灵魂得到换新的一个机会。所以毋是讲咱过去习惯安怎讲，咱就会当安怎讲。当咱知影这个经句因真正意思，咱就要重新来看待、来使用因。今仔日第10章，其中嘛有一句咱定定会无用，就是第9节。你若用嘴认耶稣做主，用心信上帝，互伊对世人中起来，就会得到救。哇，信耶稣哈尔简单，只要用嘴认，内心相信就会当。
所以我拄着真侪传统信仰的朋友，因定定会讲，哎呀，恁信耶稣的人较简单啦，恁无亲像我吼，爱拜这爱拜迄。确实，咱信耶稣非常简单，咱初一15毋免亲像因伫遐拜，咱嘛无任何的欠损。但是要安尼就够呀吗？爱会记哩，这段话是保罗向犹太人讲话。所以第10章头前段，保罗讲起犹太人因的热心，因向上帝有热心，而且热心毋若是内心的火热，嘛因为因对上帝律法非常认真去遵守，所以因会用真强烈的态度来维护上帝律法，亲像安晓日的律法，因就规定百条安晓日的律法。比如讲，安晓日袂当行超过偌远的路，安晓日袂当摕超过2个大的无花果的安尼重量，因袂当煮饭，若破病嘛袂当去互病会当好起来，你敢若维持互病袂恶化安尼尔。所以咱看起来，这安晓日的律法看起来，这规定非常的浮夸，但是咱嘛看会出犹太人因对律法的热心。因为咱知影要遵守安尼律法，真正是非常无简单。亲像咱知影，真侪人无爱守规矩，就亲像咱即阵啊，有真侪人对国外转来，照即个规定，因需要爱去处理，爱伫遐自我隔离。但是咱看到的新闻就是安怎，有个人1、2天就挡袂牢，已经出来拍拍走。所以律法规定是咱非常无爱遵守的。但是咱看见，这犹太人，伊是几千年以来拢伫遵守这个道理。所以保罗非常了解伊的同胞的热心，因为伊甲伊过去就是一个安尼人，伊是受到犹太劣币的教育，伊伫犹太社会宗教会当讲是非常悬的地位的一个人。但是嘛，因为伊认捌耶稣。所以，知这犹太人的热心是行毋对方向，就亲像伊共款，以前嘛是用安尼热心伫遐压迫耶稣的教会。所以保罗讲安尼话，是因为这犹太人一定有一寡宗教的基础，因知影上帝，因知影所应允的比赛啊。但是因的问题是安怎？因的问题是无将这个甲耶稣来结连起来。所以有诶，伫信耶稣了后，也想讲伊要靠遵行律法来互上帝称做伊。所以保罗伫遮无责备因对律法的热心，是甲因讲：恁毋免遐尔啊辛苦啊啦，因为基督做律法的结尾，地到义归伫记若信的人。保罗甲因讲：只要恁接受耶稣基督，恁就会当接受上帝的恩典。恁就毋免靠遵行律法遐尔啊辛苦来得到上帝的恩典。所以咱看见保罗伫遮担心爱因用嘴认耶稣做主，这个意思就是讲公开宣告耶稣是我的主。咱伫即位咱活伫自由的国家，这真简单，咱毋免稳重咱的信仰。但是伫罗马统治的时代，若一个人宣告耶稣是伊的主，等于伊是叛国，因为罗马皇帝才是所有人应该敬拜的对象。另外，保罗伫遮用的主这个原文的意思是上帝，但是对这犹太人来讲，因敬拜是上帝，毋是即个互定义是一个耶稣。所以保罗用安尼字眼对因来讲，实在是一个真大的挑战。就是讲，你若真正伫喙认真宣告耶稣做你的主，就表明耶稣是上帝，就表明耶稣赢过世间的君王，甚至是罗马帝国的君王。所以咱知影会当理解，伫遐尔简单的情形下面，要用喙宣告耶稣做主，这除非有信心的感动，若无一个人是讲袂出来。因为外在环境是遐尔压迫、遐尔恐怖，所以保罗嘛伫哥林多前书有讲，若毋是互信心感动的，也无人会讲耶稣是主。第二项，保罗爱因用心来信上帝，互耶稣对死了中来过活。当时有真侪人认为耶稣无过活，
是伊个学生从耶稣的身躯逃退去。但是保罗讲，恁才信耶稣的人，爱对内心相信上帝和耶稣对死人中国话，因为耶稣的国话，这是上帝主动的行动，为着就是要完成上帝拯救人类的计划。所以保罗，咱看见保罗就是用过去这犹太人因所知影的，但是因无用信心去理解这个话，帮助因将这个甲耶稣结连起来。但是，请咱注意的是，用嘴认耶稣做主，甲用心信上帝和伊对世人中国话，这毋是两件代志，这是同一件代志。因为你嘴所宣告出来，一定是你相信的，你所相信的，才会当对你的嘴来宣告出来。所以，伫即个经文中间第一个信息，就是直接讲，这犹太人要安怎来得救。虽然这犹太人有真侪宗教知识，因嘛有行为，因遵行律法，但是因较欠少迄个信心。所以伫遮保罗拍开因的目睭，便看出这个信心是起造伫耶稣基督这个基础的顶面，并且嘛互因知影。信心是去到上帝遐唯一的一条道路，这条道路毋但是为着犹太人拍开的道路，这条道路嘛是为着所有人平凡的道路。所以兄弟姊妹，我感觉咱真有福气，因为这观念对于犹太人来讲真恶得接受，但是对咱来讲是遐尔简单。毋过嘛，因为咱定定误用这经文。有人认为讲，我只要我嘴来承认，我内心相信就够赢。但是咱的嘴若讲咱家己拢毋相信的话咧，这毋但是家己骗家己，嘛是咧骗别人、骗上帝。所以耶稣嘛警告安尼态度。你若称呼我讲主啊主啊，就是一个人咧嘴里讲主啊主啊的安尼人，无一进入天国。独独听我伫天地地旨意的正话。耶稣讲，有嘴无心的人是无法度入天国的。所以咱遮自称是基督徒的，咱会伫甲人讲话时，会伫咱敬拜的时，咱做信仰的宣告。咱用信仰告白，使徒圣经来做咱的信仰告白。咱会甲别人讲，我是一个基督徒。表面看起来咱有咧背信仰告白。表面看起来咱是咧唱诗歌，表面看起来咱委身伫上帝国的事工，但是咱敢真正降服伫上帝主权呢？咱真正敢有遵行伊的旨意，也是咱敢若伫嘴里讲主啊主啊。所以基督徒伫看即段经文的时，咱搁较爱提醒家己，咱除了用嘴宣告，内心相信，咱搁爱扩大一项来证明咱家己是得救的。就是咱的行动。虽然咱毋是靠行为来互上帝称做义，但是咱的行为若互上帝的名见效，咱嘛袂当讲我是用嘴认耶稣做主，我是用心来信上帝，互伊对世人中国话。第二，咱来看保罗安怎讲，即个得救会对犹太人扩展到所有的人。但是第14节到21节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结果，好亲像是犹太人问一个问题，然后保罗回答，然后伊佫问第二个问题，保罗佫回答。所以第14节到21节当中有4段安尼的方式，所以咱来拆开来看，会当较好理解这段经文。第一段就是保罗想象的一个犹太人，伊听完伊头拄仔所讲的这论说了后，会问讲。因为无人看嘛，我是要怎听见咧？既然我毋捌听见，是要安怎相信咧？我无相信，是要安怎来求救伊咧？这听起来真有道理。无人甲伊讲过，伊是要安怎听见？要安怎来相信？要安怎来求救耶稣咧？但是保罗用因非常尊敬的先知以赛亚的话来回答因。传这个好事的福音咧，因的骹步水到怎样？保罗用先知的话甲伊讲，你袂当讲无人传福音互恁呢，因为早伫以赛亚先知的时，就将以赛亚的信息传互恁啊。
罗讲，保罗所想象出来即个犹太人的反驳讲，你若讲有人传过，但是犹太人无听谈这个话啊。保罗回答伊讲，实际上以色列人毋愿意顺从，毋是伫即马有诶，早伫以撒先知时就有啊。所以先知才忧虑讲，主啊，阮所传诶有一罪信啊。过来，保罗想象诶即个犹太人嘛是重复第一个问题，讲我坚持犹太人嘛是无听见，但是保罗伫遮引用诗篇19篇第4节讲。因的准情显伫天下，因的言语到伫地极。而且因是指上帝的创造物，就是指人类以外的物件。而且犹太人讲，阮无听见哦，阮无听见哦，我坚持我无听见哦。但是保罗讲，上帝基产创造物，拢将上帝遮个敬拜上帝遮个声音，弥撒的信息，得救的救恩。透过因已经传遍天下，传到地极，因哪会当讲恁无听见咧？落尾，即个犹太人佫问讲，以色列人无了解，安尼阮是要安怎咧？保罗伫遮引用两段旧约圣经节，第一段是《申命记》32章21节，因用迄个毋是上帝的结我的制度，用因的父计面了我的上帝，我就用。毋是做百姓的结因的制度，因愚妄的国民也因会受气。伊用第二段圣经是以赛亚65章第1节，并说袂捌问我的，当我互因问；袂有找我的，当我互因拄着；袂有求叫我的名的，我对因讲，我伫遮，我伫遮。这两段经文是啥物意思咧？以色列人问讲，啊，阮以色列人无听过啊，安尼是要安怎咧？但是保罗甲因讲，自古以来，上帝的名，若是伫以色列人的中间，上帝的名，当上帝福音传到外邦的时，这外邦的人就祈求，就真靠我，因想要求叫上帝的名，因就找我，然后我就为因找伊。虽然因是外邦人，所以上帝保罗用这两段经文，就是甲这以色列人讲。恁毋知影，恁拢讲恁毋知影，但是当上帝名传到外邦的时，这外邦人就知影啦。恁哪有可能毋知影？这结论来讲，第14节到21节，就是保罗认为犹太人伫甲耶稣结人的即个问题内面，毋是无人甲因讲过，毋是因无听过，是因为因太过无知。所以兄弟姊妹，这嘛是提醒咱，咱拢毋望咱身边的朋友得救，咱拢毋望人人得救。第一项，咱就要避免伫信仰上的无知。毋管是因为咱无重视信仰所产生的无知，也是咱有意无意、无当做一回事的无知。因为无知毋若是骗家己，无知嘛是去骗别人。当咱听道理、信道理，互耶稣的道理改变咱。虽然咱无法度真做是一个圣经的老师，但是非常自然，别人会当对咱的行动看见耶稣，这就是传福音。所以传福音毋是去发起一个行动，然后大家去讲出去，伫遐讲耶稣的代志，结束。好啊，我今仔日有传福音吗？毋是。传福音是应该咱即个人表现出去的，就会互人羡慕信仰，想要看出讲是什款的气力，伫你的内面产生遐尼大的改变，是甲其他人无共款的一种的气力。所以这才是叫做传福音。所以咱会当从这个经文来看做一个公式，就是讲咱其他四周的人会当得救。但是，咱家己爱听道理，咱爱相信道理，然后咱会去传道理。所以这内面上重要基础是啥物？就是听嘛。咱爱先听，咱才会相信，咱才会当去传嘛。但是听，敢是非常自然就会晓的吗？其实听非常需要学习啊训练。亲像今仔日
有真侪兄弟姊妹伫厝里是透过直播去做礼拜。我想恁一定真会当体会到，恁平常时坐伫教会1点钟，恁会当真专心，但是伫厝里1点钟坐伫手机啊，也是电脑头前是非常的困难。因为可能你坐5分钟，就想讲我来去电视一下，佫坐5分钟，你就想讲我要听一杯茶一下，佫较免讲是手机啊，当来当的时，你会想要去看讲到底是啥传到你即个信息。所以听是需要训练。我头甲格里汉牧师的第3代，就是威尔格里汉，有教导咱安怎来听道理。第一就是咱规礼拜都爱祈祷，为着牧师的讲道准备，为着家己会当备办心灵来祈祷。第二，练灵爱备办好势，主日早起你就爱备办你的心灵，毋通假伤济的其他的心思意念。伊会当祈祷上帝会当对你，还是对其他的兄弟姊妹讲话。到伫教会了后，毋是伫遐开讲，是为着伫祈祷，求上帝保守听道理的时。就是提早到教会，互咱的教会第一场9点半做礼拜，你毋通9点29分，还是9点35分才来到教会。咱较早来到教会，提早来为着家己来祈祷备办心。第4是拜六暗时较早困，拜六暗时真侪人真爱看电视看啊真晚，但是做礼拜时就来拄久，安尼是无正确的态度。第5，坐到上前的即个位置，我想这是对咱来讲也真挑战。咱以前正常做礼拜时，咱头前这几排拢是无人坐，大家拢爱客伫后面，客到满，但是前几排都无人坐。但是威尔格里汉牧师教示咱讲，咱爱坐伫上前排，坐伫上前排会当帮助咱更较专心。第6，关掉咱的手机啊。第7，带笔甲笔记本，会当记录即个讲道的笔记。第8，管好你的心思意念，伫做礼拜时，咱会当专心伫听信息，敬拜上帝，因为这是上帝的话，是世界其他代志无法度来相比的。第9就是讨论讲道的信息，伫讲道线，你会当甲其他的人做伙分享今仔日你所得到的感动，也是互你的挑战。特别咱即马真侪人伫厝里敬拜，咱伫中昼食饭的时，就会当分享咱所听见的信息。第10就是复习信息，互咱会当将信息来抄落来，祈祷求上帝，互你有机会会当伫未来日子会当运用到即段经文。其实咱看面讲毋是啥物特别的方法，咱拢知影，所以咱更较需要提醒家己爱去做。避免落去亲像遮犹太人无知的地步。圣经对无知有真大的责备，旧约新约拢有。亲像伫申命记32章第6节讲：愚公无知的百姓，恁安尼报答上主吗？伊竟毋是你的老爸，买你的吗？又创造你，建立你。比如所书第4章18节。因的心思黑暗，结党伫上帝外面，是对因毋知影。因的心刚硬。彼得前书第1章14节，亲像顺汉的囝，无趁早前伫你毋知影时的需要，伫遮看见，拢总要提醒咱，袂当无知。所以无知真做即段经文内面，今仔日罗马书第10章即段经文内面。犹太人所使用的借口，这嘛真做咱的境界。咱比犹太人搁较知影旧约圣经，咱嘛认捌耶稣，咱嘛有教会，咱嘛有网络，种种遮的方法来帮助咱来追求信仰上的进步。所以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袂当搁用无知来真做咱的借口。但是我感觉有一种无知搁较恐怖的，就是。我知影，但是我无想要去做的即种无知。我拢知影，我拢听过啊，但是我就是无爱想要去做。咱虽然读圣经，但是咱读圣经当做是一篇搁一篇的故事，咱
咱认捌耶稣，但是咱将伊当作是历史上的伟人。咱若是一个安尼的态度，就是将信仰当作宗教去看待。但是咱知影宗教是死的，就亲像真侪毋是基督徒的人，因嘛伫研究基督教，因为因将基督教看作是一种的学问。但是咱知影信仰是活的，就是咱对一个人，咱对一个物件、一项代志，也是一种观念，保持坚定不移的决心。所以咱知影，当咱信仰耶稣基督就是啥？咱信耶稣会当救咱对死过活，会当互咱的罪得到赦免。咱信耶稣所教、所传的教示，咱信耶稣伫咱信仰中间所互咱的这救赎，咱相信这个，咱坚定不移。但是当咱坚定不移的时，当咱真正做到安尼时，别人就当对咱的内心来看出咱所相信的信仰。所以兄弟姊妹，千万唔通讲我信耶稣基督，一个基督教，我是基督教徒。咱唔是一个教徒，咱是耶稣的学生，咱是门徒。所以，毋通讲今仔日即段经文会当帮助咱，除了思考家己的性命是毋是真正有得到救以外，嘛，互咱会当用性命来活出咱所相信的信仰。其实教会毋免有真侪传福音的事工，因为咱本身就是伫传福音嘛。但是咱本身若无做着传福音，可能教会就要做真侪传福音的事工。所以我想，伫即段期间，伫即段疫情的期间，咱真侪教会，也是真侪兄弟姊妹，咱的活动拢有减少，所以咱有真侪时间会当空出来。毋通讲咱无浪费，会当去用较侪时间，咱会当来起做咱家己的信仰。所以，望兄弟姊妹当伫即段期间内面，咱会当去较认捌耶稣，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主，阮感谢你，互阮透过今仔日保罗对犹太人讲话，也搁一摆来勉励阮、提醒阮。主啊，阮是毋是敢若喙伫心面底，阮内心相信安尼就好啊？毋是。阮来伫阮的行动内面，互人看出阮是真正属于你的学生。主啊，阮是毋是敢若愿意家己得救，毋愿意别人得救咧？毋是，主啊，愿意别人也亲像阮，会当来认捌耶稣。所以，恳求你使用阮，成做福音的器具，帮助阮。虽然阮喙无法度讲，总是透过阮的言行举止，帮助别人，也当行善伫阮内面迄个真实的活命。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到来灵师回应上帝的话，信息540首，信息540首。
着红艳证明的英文在座的大家，第三点，对今仔日开始，每日礼拜会全面采用直播的方式聚会，请朋友透过手机啊、iPad、电脑，万载上网络的电视，请家长带领，伫个每日礼拜时间，甲传道会做伙来敬拜神。直播的礼拜就是伫第一场上午9:30分，第二场礼拜上午7点开始。根据疫情的状况，本会会随时通知会友，恢复聚会的时间。总会暂停实体礼拜的时间，会当用今日的方式来做奉献。礼拜后呢，请将奉献放伫个门口的奉献箱，请牧师补充过。好，咱姊妹咱嘛来关心咱其中的一个姊妹，就是潘美惠姊妹，伊伫3月12日来蒙主恩调，已经伫3月21来举行告别式，咱嘛为着伊来祈祷。即时咱嘛为着咱的兄弟姊妹来祈祷，咱为着伫病院疗养的兄弟姊妹，为着秀魔姐，嘛为着亮莹就是赖叶莹即事的太太，伊爸爸伫昨就是因为肺水肿，紧急入院咧治疗，咱嘛恳求主会当拯救方产伊。咱嘛为着做伫厝里疗养的兄弟姊妹，咱为着叶昂安姊妹，伊伫顶礼拜有做迄个骹的一个手术，咱嘛恳求主祝福伊会当紧紧恢复健康。为着敬红兄尹娟姐、邓妈妈、苏君姐。水明兄、慧玲姐、陈怡彤、丢乐、怡礼、春文兄、方梅姐、志金姐、明梨姐、秀霞姐、李霞姐、龚怡姐、阿淑姐、惠子姐、谢林兄、富美姐、阿玉姐、郭元兄、东龙兄、李雀老师、大口姐来祈祷，嘛为着怀孕的姊妹，甲真侪有细囝的家庭来祈祷，咱嘛为着即个疫情来祈祷，恳求主会当手术，互咱有智慧。会当来敲找一个有效的解决方式，嘛人民是即时咱看见真侪世界国家有真大的安尼严重的一个疫情的灾害，咱恳求主的人民，互咱为着家己的心会当伫即个期间会当有平安，互咱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咱的肢体做伙来祈祷。主，阮爱伫你的面前来谦卑，来认罪。主，阮人类过去太过骄傲，逼到阮真侪事，阮拢我靠家己。所以伫即摆疫情中间，求你互阮真正看出阮家己的微细甲无助。主，恳求你帮赞，互阮会当超找你，互阮人类有安尼一个机会，会当重新来悔改归于你。主，恳求你帮赞阮，互阮无好。我靠家己，互阮知影我靠上帝。主，阮也要为着全世界的祈祷，伫真侪欧美的国家有真大的灾难。主，恳求你来保守看顾，来保守阮的台湾，互阮会当真紧、真有效率，会当来避免过头的安尼灾害。主，恳求你帮助阮，看顾阮，来看顾阮兄弟姊妹。虽然阮无法度搁亲像以前会当。来到教会做伙来敬拜，总是当阮伫厝里敬拜，主啊，恳求你来保守阮，互阮的心拢有平安，互阮相信上帝伊伫阮的中间引带阮。主，阮也恳求你看顾伫阮的教会内面遮的兄弟姊妹，有的伫病院的，有的伫厝里疗养的，恳求主你拢来帮咱看顾。阮特别为着秀魔姐。为着亮莹的爸爸来祈祷，恳求你，互因会当对真紧急的中间会当恢复健康。主啊，恳求你保守伫厝里疗养兄弟姊妹，也互因体会上帝你的看顾，保守因厝内人，也有搁较侪气力，
主我也将欢迎的姊妹，也真侪得到世界清廉的家庭，也仰望你，寻求你过手看顾因。主要将遐的姊妹，阮伫日常的生活，阮所拄着的，无论是对阮工作内的压力，也是伫阮学业的压力，阮日济的压力，恳求主拢帮助阮学习安怎将因交托伫你的手里。恳求主来成做阮的主，帮助阮，互阮的心会当有主你所享受的平安。而这个平安，毋是世间其他的物件所会当互阮的。主恳求你真实享受互阮。也保守阮兄弟姊妹，当阮带着你的快乐，重新转去阮的职场、阮的家庭、阮的社会时，恳求主你享受阮会当对你来会安尼一个传福音的快乐，帮助阮，互阮对阮即个人会当发出耶稣基督的香味，互人会当幸福，会当来超找。恳求你使用阮，阮将阮兄弟姊妹交托仰望伫主你的手里，恳求你引带。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即时来临信息398首，信息398首，是后车有足够。阮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去买上帝疼痛，圣神相通，甲恁众人伫地，对即时到永世也无尽。阿门。